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6月17公视第2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经过23冬外，台湾总也来得到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OIE 的认定，猪肉会当搁再出口。北京市宣布对今日起所有中小学的学生一律停止出门上课，大小社区嘛全面实施封锁性的管理。 咱国总统府发布萧美琴女士派任做驻美国的代表，这是有史以来头一个去担当这块女性的官员。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表示讲，咱国内今日同款嘛无新增加染着武汉肺炎的患者，尤其已经连续66天，拢无阁发生本土烧胃病症的情形。目前拢总只有剩4个病人，还阁伫咧治疗当中。 另外，对6月22日开始第期间生理往来入境，也会当有条件缩短在家内隔开检疫的时间。咱等下来听陈时中指挥官上盖新的说明。现在没有本土新增的案例，那所以我们现在总共维持国内有445人确诊，好，其中434人解除隔离，好，那所以我们现在还有4位7位死亡，还有4位尚未解除隔离。 好，那我们第66天没有本土的案例。好，那为了促进相关的一些境外的就是商务的一些活动能够及早能够展开。好，所以我们今天也宣布部分的一些境外的一些松绑。好，那这样的一个步骤，好，大概先从风险低的地方先简化我们的检疫。 好，那然后逐步再看我们开放的这个情况里面后续的一些效果跟管理的量能，好，再逐步的扩大来办理。昨昏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嘛查出讲，进前按南平的亚洲孟加拉地区迄国转来，迄对染着武汉肺炎的翁某入境的时防护衫无脱。地方的卫生局是表示，因为目前的法律嘛无强制爱穿，即站是未甲因加处分。 总是指挥中心已经有通知飞机顶下面坐前后2排旅客，就要开始在家来检疫了。民众提供的相片内底，电机口正边头前的一个查甫甲一个查某挂嘴炎，毋过无穿防护衫，因就是拄孟加拉登来台湾，10个较真治着武汉肺炎的翁仔某，因打开始讲家己有穿防护衫坐飞轮机，然后证实无穿。针对这个代志，台中市卫生局表示，因为因无违反疫情调查相关法规，所以无违反的事实会当处罚。 去查了一下法规也没有说他一定要穿的防护衣才可以，否则的话就是有违法的事实。如果有这方面的规定很明确然后我们就可以来执行，对他有所裁罚。翁某若像安坎事实造成疫情调查无老实，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会追责。台中市卫生局是回应讲，因是照中央提供的资讯来进行查证，若是外界积极法规无够周知，防疫部分有疑虑，会过来甲中央确认，有其他会当使用的方法。因为他是孟加拉的人所以在语言的沟通上是不是没有很清楚，所以他并没有刻意隐瞒他的病情。拄孟加拉登来台湾的翁某，捌伫咧吉隆坡转机，翁婿捌确诊。 因某一测阴性就登来台湾，2个人拢无符合住伫国外的台湾人确诊登来台湾的条件，所顺利登机登来。针对这个代志，台中市议员嘛呼吁中央的边境管理应该更加严格。你自己已经有知道这种情况，你要怎么做？应该要详细去做这样规范。 目前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已经针对航班机前后2排乘客，总共26个人通知居家检疫。卫生相关单位嘛呼吁民众，若是对疫区登来，或者是捌治病了后登来台湾，疫情调查袂当暗砍，若无会面对6万至30万的罚款。若是造成其他的人治病，会当罚2年以下有期徒刑，还是上悬会当罚200万。记者综合报道。 下晡上届新的消息来讲，经过23冬外，台湾澎湖甲马祖总也来得到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OIE 的认定，唔免搁再当作低济口蹄疫的地区来打扮，猪肉会当搁再出口咯。早起农委会嘛公开放炮热烈庆祝，毋过若要外销，日本和美国规定是还阁比东南亚这边加正严。针对这一幕，咱就要搁继续改进甲拍拼。 农委会伫大门口放炮，庆祝台湾总算拍败口蹄疫。这个时刻，农民甲台湾人是5万24年。我今天精神有一点恍惚了因为昨天从8点多以后那个手机的那个声音就一直央了我整个晚上都睡不好，花了4年的时间，把口蹄疫从开始规划拔针
来到完成整整4年的时间。所谓的拔针就是2018年7月1号开始就已经没有施打整个口蹄疫的疫苗了，所以现在所有的猪只都是健康的，达成这一个24年以来的不可能的这个任务。那我想昨天晚上应该不是只有黄副主委睡不着觉，应该很多台湾农民应该也睡不着觉。对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OIE 除名，一路行来是真无简单。回顾1997年3月19，台湾地确诊爆发口蹄疫，青的猪肉停止出口。虽然伫2003年，台湾已经有2年无再爆发案例。但是2009年的全民备战失败，到2016年，搁在中溪扑灭的作战，直到经过4年的打拼，台湾澎湖马祖地区总算伫2020年6月10日暗时，得到 OIE 会员投票通过，认定是口蹄疫的非疫区。其实目前来讲，我们对出口非常有信心，是因为我们的猪肉跟美猪、跟加拿大猪等是不一样的。从新加坡、香港、澳门。其实我们非常的有潜力来发展这个，包括加工的猪肉或者是生鲜的猪肉。虽然台湾的猪肉成本高，每公斤平均的批发价伫61块到63块之间，比美国猪的平均批发价50块是贵真多。但是中国拄好拄到非洲猪瘟甲武汉肺炎相同的打击，农委会也是看好新加坡、香港、澳门等等华人的外销市场，但是台湾也是典型的猪瘟疫区。农委会表示，日本甲美国的规定是比新加坡、香港、澳门嘅严格真多。伫咧脱离猪瘟疫区进前，台湾猪肉也是无法度销去美国甲日本，所以受到非洲猪瘟入侵，提掉典型的猪瘟会是后一步的挑战。记者综合报道。是讲，虽然青猪肉会当搁再销出口，不过嘛有饲猪的农民咧分析讲，美国、加拿大甚至巴西饲猪的成本比咱是加真低，咱这的饲猪户的技术就要搁提升，讲出口才有利润。啊，饲猪协会的头人嘛指出，望政府就要准则猪肉进口的数量，搁有管制大财团，咱这的小规模的猪农才会较好生存。今年48岁带袂掉的林先生，拄则出社会就开始饲猪，做不到半冬就拄到台湾口蹄疫。迄时阵伊想要外工课，毋过刷落来伊继续研究要安怎经营提悬饲猪的技术。即马台湾变做口蹄疫的非疫区，后半冬有希望恢复出口，毋过伊保持观望的态度。美国跟加拿大，甚至巴西，他们的猪肉生产成本，因为他们是谷物的产地，所以他们的猪肉生产成本都比我们便宜很多很多。那我们未来面对的，除了疾病的保护之外，我们还要面对他们的低价竞争。林先生目前饲12000只猪，伊表示面对口蹄疫变注射的时代是来啊，要安怎降低生产的成本，才通出口赚钱？对这件代志，饲猪协会是表示讲，这几年来民众有环保的意识，若是要增加饲猪，也是熟悉的饲猪场是真困难。只会当用即卖有的资源，佮提悬饲猪的技术。平常心就是讲，甲这个防疫做好，咱就降低成本，用心经营，这上重要。70多块外销了后，咱猪肉啊价格伤贵，咱的厂商贸易商伊就会进口入来，所以唔通期待讲猪啊会当甲足好价80外，迄无可能代志。饲猪协会人员是表示讲，目前新加坡已经投意向书，后半冬的青猪肉有希望通出口，不过同时阵嘛希望政府爱调整进口的猪肉量，同时阵嘛爱针对大财团饲猪的数量做总量的管制，才会当让小猪农有生存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政治的消息，总统府发布现任国家安全会议的资深委员，也是过去捌担当过立委的萧美琴女士，派任做驻美国的代表。这也是有史以来头一个去担任这块女性的官员。过去萧美琴女士伫咧立法院的外交国防委员会经营真久，美国迄边面也已经有几两个官员甲民意代表拢开声表示赞成甲欢迎。国际上很多朋友也关心，也想要了解台湾的一些防疫经验哦。2月份想要连任发言立委失败，萧美琴迄当阵陪副总统当选人赖清德访问美国，参加华府国家祈祷早顿会重要活动，就传出讲是为了要接外交工课先来春轮。落尾萧美琴4月份先去向请来做国安会资深委员，16日总统府正式宣布萧美琴出任驻美代表。他的提名呢，美国政府也迅速的予以同意。所以总统呢也特别期勉萧代表未来要在既有的坚实基础上面来持续深化台美两国之间的关系。
这项人事案嘛是得到美方同意。萧美琴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的硕士，捌担任过4届立委，伫咧外交国防委员会拍拼真久，嘛捌担任民进党国际事务部的主任，嘛伫咧民进党驻美办公室做过工作，外交的经验是真丰富。因为台美关系是即马目前外交工作的重点，萧美琴来接驻美代表，嘛强化台美两国的合作，是现蔡政府第2任期的目标。这个促成川菜会甲访问华府。我跟他以前工作上有接触，我觉得条件都不错。他除了语文之外，他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他跟这个总统这个之间的这个管道啊，非常的畅通啊。他也很了解总统的这个立场嘛。萧美琴的表现得到朝野多数的肯定，捌担任过驻美代表甲外交部长的听见人表示，过去非外交官出身的驻美代表，像讲高教授甲金溥聪，政治色彩是较高，希望萧美琴会当找到平衡。不过针对头一届有女性的驻美代表，是予伊肯定。美国众议员约获 AIT 前主席普瑞特。前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史瑞豪是表示真欢迎，认为萧美琴是真适合的人选。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早起，时代力量的立法委员出面批评现主时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办法的内容有破拍，就是讲各县市的议长、副议长财产虽然爱申报，却免伫咧网络顶头直接公开。但时代力量这边就表示，会推动修改法律条文，让议长、副议长的财产比较立委、县市长这些公职人员拢同款，清楚公开。今年4月份，新北市议员陈科明因为受抽象的科米上来压迫新北市政府，新北地院认定贪污治罪确定，判10年8个月。因为地方预算、土地开发拢是靠地方议会来把关，不过正副议长议员的财产，干那需要申报，所以免像市长、立委其他公职人员上榜公开。民众若是想要查，嘛干那会当亲身去监察院查阅。时代力量要杀修法，解决公务人员财产申报1国2制的现象。台北市议会的议长、副议长，新北市议会的议长、副议长。他们的财产资料呢，只能在监察院进行查阅，不能摄影，不能抄录，资料也不能析出。取得土地利益的问题，所以建商要怎么样可以跟议员取得这个利益的连结，金钱的流向就是一个我们必须要追查，而且应该要重视的方向。根据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第6条的规定，总统、立委、市长等等的公职候选人的财产申报拢应该要刊公布，而且上榜公开。不过96年修法了后，议长、副议长干那需要申报，所以免上榜公开，而且要去监察院查阅，阁有5大限制，禁止把资料查出来，袂当摄影、抄录、影印。每一份资料限制查30分钟，2017年嘛，干那25个人次来查。现在现行的其他民意代表的部分，像中央立委一样，是能够将这个资料能够公开的上网，同时以开放格式的部分释出，让大家能够便于检视以及来做检验的动作。时代力量会伫咧后一个会期推动修法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第6条，甲议长、议员的财产申报来入去公开范围，要求地下市的议员、县市议员照市长、立委来申报，公布财产公开上网，让社会大众做伙来监督检视。记者综合报道。我来讲瑞士鲁山这个所在，一间世界出名的国际管理发展学院 IMD， 刚公布公元2020年世界竞争力的报告，台湾伫咧全世界排名看起来到第11名，比较去年进步5名。3当来头一摆超过中国，甚至嘛超过韩国、日本，伫咧亚洲，敢若较输新加坡、甲香港尔。IMD 世界竞争力的排名公布，新加坡也是第1名，香港是拄去年第2名，降到第5名。排名第10的美国是连续2年降低排名，今年台湾排第11，若甲去年比起来提悬5名，嘛是亚太国家当中的第3名。3年以来排名头一届超过中国，嘛压过韩国甲日本。国际贸易还是表现非常好，台湾因为透过这个生产能量的移转，那并没有产生这样的现象。前5个月基本上平均，如果把它平均起来，还是在正的成长。其他国家4月份、5月份甚至于还衰退到2位数，包括韩国啊等等一些情况。也许这个明年的排名，也许还有机会再往上，也不一定。不过，真足来看 IMD 4大评比项目当中，会当发现，其中政府效能排名第9，创2017年以来上好的纪录，前日起全球的前10名。另外，企业效能甲基础建设嘛拢比去年进步。不过，伫咧经济表现评比的排名却出现退步，拄去年的第15名落到第17名。主要原因是台湾的失业率比其他国家较悬，佮加上办公室租金起、地区生活成本有关。温外冷嘛哈，因为国际的经济其实是不好的，包括2019、2020年，那消费市场赶快把它弄上来，我想对于
普罗大众，对于这个中小企业、对摊商、对一般人的生活，应该会比较好一点。艾文迪指出，今年美国甲中国的排名拢降低，主要是受到美中贸疫战的影响。另外，今年疫情发生了后，全球的经济嘛出现真大的衰退。布里格国发会主委金平欣表示，台湾的防疫真成功，经济冲击上势。不过最近中国阁发生第2波疫情，敢是加减会去冲击到影响下半年台湾的经济表现，也是爱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进前一款用电脑镜头连线视讯的软体 Zoom。因为经营的公司和中国真密切，咱的政府已经禁止使用。但有民进党立法委员提出一款伫咧专门开发网络安全系统的美国公司 Fortinet， 负责人甲中国牵连嘛真密。结果过去6档，咱的政府机关所已经甲这间公司采买将近5亿的设备，这也着爱警戒甲提防。政府的机关可能有治安的空隙。民进党的立委林俊宪开记者会，指出政府资讯采购的重要供应商 Fortinet 有中国的背景，总部设立在美国，但是公司的董事大部分拢是中国人。负责人谢清搁较入选中国建国65周年纪念肖像的邮票，甲中国的关系是真深。也若是台湾的政府机关，6年来煞甲 Fortinet 买5亿个设备。庆祝建国65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65周年，那发行了一套邮票啊，特别啊，把 Fortinet 的 CEO 啊，他的人头像啊，把它做成他建国65周年纪念的邮票里面，人物系列里面它是其中之一啊。一些不是很安全的产品贴国内的品牌，那这个在共同工业契约上其实就会排除掉。那还有在共同工业契约上，对于录制的软体其实是排除的。国安单位包括国防部、国安局分别买1000万的设备，互人烦恼讲敢是用伫咧高度机密的场所。Fortinet 会互人放大检视，是因为去年将中国籍产品改标签伪造做美国籍卖互美国军方，结果去互掠包，互美国司法部重罚1635万。虽然工业局所拟定的共同采购治安管理机制，并定中港澳厂商、第三地包含中资的厂商，佮有投审会许可来台湾投资的中资本地厂商，拢袂当参与投标。但是 Fortinet 互归类做美国公司，若是用同款的办法，佮再伪造产品的产地是封袂掉。如果有涉及贴标的情况的话，这个是政府采购法101条1项4款的以虚伪不实的文件去履约，这情节重大。那会停权3年。时事软体 Zoom 因为治安的问题引起国人的关注，保证予政府禁用。但是行政院公布的调查报告指出，有38个中央机关、160个地方机关共款使用中国厂牌自通设备。林俊宪质疑政府无提出霹雳，所以落价也是禁止买这类的产品。若是立法，敢会当建立分别这个制度？立委认为未来是会当讨论方向。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的消息，中国北京短短5天内新增加酒精烧胃武汉肺炎的患者，就超过100个。咱国感染症专门科医师嘛分析讲，北京感染的源头虽然也唔知，不过人喂人的风险当地咧发生。嘛建议政府针对中国的人士来台湾管制，就要搁加强。像讲入境的是验抗体，这嘛是会当考虑的好办法。中国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的外口已经有封锁线，袂互任何的人入去。因为最近北京武汉肺炎的疫情搁压起来，短短5天的时间，累计新增加超过100多例本土确诊的病例，还佫发生下省的传播。国内专家表示，北京这波群组感染，目前还未找到感染源。不过会当确定的是，社区内底人传人的风险也是存在。到底是不是国外进来就不太能够确定了？那就有一个可能性，还是国内自己的人传来传去，传进市场里面去的，那就代表在北京的社区还是有传染链在进行。也若国内疫情有较缓和，疫情指挥中心当咧建议开放商务人士有条件来台湾。专家建议讲，第一波会当针对疫情高风险的国家来开放，比如讲纽西兰、越南等等。不过现阶段对中国人士来台湾，要是爱采取较严格的措施，建议入境的时阵爱做抗体抗原的检测，证明来台湾的人拢是无感染的。最好能够配合一些抗原抗体的检测，了解这个人的免疫状态然后比较能够针对进来的旅客的免疫状态，给他适当的一些，比如说隔离啦，或者起诉他放行。黄立明表示，台湾边境放零了后，可能会有较少疑似，或者是确诊的个案为国外移入，建议机场检疫，针对入境的外籍旅客全面做体检。高风险的族群，亲像是司机、旅馆业、机场等等的人员，嘛拢爱定期做体检，才会当甲传播的风险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
早起中国北京市阁发布讲，昨新增加31宗武汉肺炎的病例。昨暗市政府嘛开始提高防疫的手段，对今日起所有中小学的学生一律停止出门上课。各有市内大小社区全面性拢开始实施封锁式的管理，市民袂用得个自由出门行大了。北京最近武汉肺炎的疫情阁反扩，而且愈来愈严重。北京市政府16真罕见，伫咧一天内召开3场疫情防控记者会，而且宣布会甲北京市防控的级别为3级调升做2级，嘛宣布北京所有的中小学17开始停止到学校上课，社区嘛拢爱做封闭式的管理，恢复各年级线上教学。高校学生停止返校。北京这波疫情已经拖到附近的省，包括辽宁、河北、四川、甲浙江等等，拢甲确诊的个案有关系。因为安尼，北京嘛宣布严格管控出入北京、甲境外入境的人，拢爱全部集中做核酸检测。北京中高风险的街仔路、甲新发地市场相关的人员是禁止离开北京。北京市民非必要嘛袂当离境，若是一定爱离开北京，都爱有核酸检测的证明。我的小区里边走了一圈，发现呢，大家情绪还是都比较稳定的，也能够理解这次封闭小区的措施。另外，在物资保障方面呢，便民商店里边的物资还是比较齐全。北京2大机场为了配合防疫，嘛大规模取消航班。到17早起8点，首都机场已经取消550个航班，也那大型机场是取消300班。另外，铁路部门为了配合防疫，17开始办理16以前已经买去北京的车票做退票。中国防疫专家认为讲，北京目前也未出现家庭群组感染，疫情目前也算在真早期的阶段。以特征来看呢，还没有观察到有明显的家庭聚集性，也没有观察到呢病人由于就诊，在这个医院的门诊发生这个病人之间的交叉传播。北京这波疫情主要是由新发地果菜市场传出来的，当地已经有公安来管理，附近的幼稚园甲社区拢已经有有封锁线。自疫情爆发以来，北京上新的通报16个新增加31例确诊的病例，疑似的病例有3例，无症状的感染者有6例。目前累计确诊的人数已经有137个人。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全世界拢伫咧拍拼找找武汉肺炎的药方。6月16，世界出名的英国 Oxford 大学发表讲，一款见效真俗、用途真快、类固醇的药品，第三面较爽，会当有效治疗重症的患者。这则消息嘛，互人看作是较善乡的国家，带动传染症一大福音。新冠病毒伫咧全球滚加超过半年的时间，夺走全球要45万的人命。英国研究团队经过3个月的研究，发现讲，用伫咧各种发炎的症状的类固醇的药啊，地塞米松会当治疗武汉肺炎重症的患者。In patients on the ward who require oxygen and have COVID, it reduces the risk of death by about 20%. 英国牛津大学为3月份开始到6月份，找万外的患者做目前上大规模的临床试验，使用6种的药当中，类固醇的药地塞米松，针对需要靠呼吸器重症的患者，死亡率会当为40%降到28%，也若爱到上诉的患者，死亡率是为25%降到20%。研究员认为讲，若是伫咧疫情一开始的时阵，就使用地塞米松来治疗患者，至少会当挽回5000的性命。研究指出，患者的身体受到新冠病毒入侵的时阵，免疫系统可能会因为过度反应，产生大量的细胞激素。这种失控的免疫反应可能会致使器官衰竭，甚至是死亡。也若目前服用伫咧减轻关节、皮肤等等发炎症状的地塞米松，就会当改善这种过度的反应。One of the really nice things about it is that it's a treatment we've already got. It's sitting in the drug cupboards in every hospital in the country. It costs about £5 for a course of treatment. 地塞米松10天的疗程会当用食的，或者是用吊大档的方式，而且只要台票189块，这是较善车的国家防疫的一个真大的帮衬。This drug, dexamethasone, can now be made available across the NHS, and we've taken steps to ensure we have enough supplies, even in the event of a second peak. 英国目前现有的地塞米松会当做20万的疗程，而且已经核准伫咧国家级的医疗医所来使用，嘛禁止出口。官方嘛强调讲，民众唔免想要买这个救命的药啊，因为地塞米松对轻症的患者并无效果。记者综合报道。
6月16日，美国总统川普签字公布一项警政改革行政命令，内容包含约束警方甲嫌疑犯算拿后，还有针对过去记录不良的警察建立资料库来追踪等等。是讲民间团体是咧质问，敢若靠行政命令要改善警员滥用职权的问题，惊是会较无够力。美国总统川普签署行政命令，除了改革警政，嘛表示拒绝删除警务经费，减少警方的人力。Americans know the truth. Without police, there is chaos. Without law, there is anarchy. And chokeholds will be banned, except if an officer's life is at risk. 行政命令的内容包括会拨款予联邦政府，改善警方执法的现况，另外会建立全国资料库，追踪不当使用武力的警察。就伫咧川普签署的96点前后，参议院的公听会嘛咧讨论相关的内容，来帮助推动2020年警务正义法案。On June 1st, the Leadership Conference and more than 450 civil rights organizations sent a letter to Congress offering critical recommendations. They included creating a national standard on the use of force, prohibiting racial profiling. 民主党主张，互执法过当受害家属会当更较简单控告警察。共和党是推测减少对执法部门人员的工作保障权。另外，嘛有人权团体认为讲，敢若有行政命令是不够互社区感觉更较安全。事实上，伫弗洛伊德的事件了后，美国各州都已经带头执行，也是表态针对警政问题进行改革。纽约州就要求警察执法的时阵要挂摄影机，亚特兰大市是要求警方，但是发现当事执法伤过超过，就要出面阻止。但是要真正出现改变，恐惊阁有真长的路来行。记者综报道。热天传染症高，今年到当全国发生经过鸟鼠喂人的汉他病毒出血热这款病症，已经7站病例，敢若高雄市内就顶5例。当然，市府的凤山行政中心嘛连续抓到5只鸟鼠，卫生局嘛伫咧治病患者徛街四边，开始加强清洁甲消毒了。高雄市府凤山行政中心传出有鸟鼠，虽然无人去喂到汉他病毒。不过有员工上班的时阵，听到天棚有叽叽叫的声，就随开始抓鸟鼠。在5月的时候就是发现，在凤山行政中心有1只，在6月的时候我们是有抓到4只，会在我们的就是办公室我们现在是准备就是放捕鼠笼，还有就是粘鼠板这样。市府专门做清洁甲消毒，还佫找专业的清洁公司来抓鸟鼠，而且伫咧办公室放长鸟鼠的联邦。嘛，可劝员工唔通放食的物件伫咧拖底，避免鸟鼠愈拖愈侪。也若高雄市汉他病毒出血热的病例已经有5个，是全国上侪。其中敢若是第5例患者，伫伊徛街甲做工课的所在，都有抓到45只鸟鼠。第5例个案比较特别，它是在清理面店环境的时候看到老鼠，然后不慎被老鼠咬伤。目前为止总计布放75个鼠笼，那总计捕获45只老鼠。左营连池潭嘛有民众翕到有鸟鼠作秀，连车路甲公共便所嘛拢会当看到鸟鼠，而且因还佫会伫咧壁顶钻空，互民众看了是感觉真惊。卫生局嘛做全面的清洁甲消毒，呼吁民众。若要清鸟鼠仔屎，或者是鸟鼠的尸体，都要会记得挂手套甲喙罨，而且喷消毒水，才会当避免去喂着。记者综合报道。热天嘛是天狗热上熬炭的时阵，顶礼拜台南市安南区咧向天狗热的炭病网来放2个桶啊，阳性警戒标准已经达到60%，认得这头原来有50%。市府当嘛要求，就要加强清洁，增加监测传染症炭区的骹手。台南市长黄伟哲阁发出今年市内爱无人去染着天狗热这款目标，望市民就要提高警戒。透早原电里长着四界去巡视，看你来感受积水的勇气，而且拄着人着选择防治天狗热的重要性。因为安南区的炭病网阳性率已经达到60%的警戒值，烦恼若无细致，就会爆发本土天狗热的疫情。阮家门口清气当当，迄拢无水，无桶啊，花吼拢清气当当。对，即摆是惊讲孙了拄啊后壁雨来，为了1礼拜要剩2、3摆，足紧张的呢。上奇怪，以往都毋捌咧安尼，今年还遮悬。武汉肺炎的疫情拄转好，但是天狗热的威胁可能就要来啊。虽然台南市今年敢若5件境外移入，甲旧年同期比起来是较少，但是最近雨较高，安南区、仁德区监测炭病网的阳性率是降袂落来。台南市卫生局嘛出动人力，加强动员资清，提悬监测的人力，而且放187个大型窗2个油补器。
等到60%的时阵，500粒的时阵，我们连续2周我也做化学防治。只要入境的话，都会居家检疫14天。好，所以如果有病毒症状的话，我们会在居家检疫。居家检疫的话，同时会做登革，尤其东南亚国家的。除了台南安南区以外，根据疾管署监控的系统发现，屏东县万丹乡有2趟的阳性率是超过60%的警戒值。台南市仁德区、高雄市凤山区、屏东县屏东市的阳性率嘛达到50%以上，嘛要接近警戒值。最近2礼拜各地拢有落雨，落雨了后较厚积水，致使炭白网炭生，呼吁民众就要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4月，中国沿海地区所饲的虾仔、蟳仔发生传染症，炭病原因是一款杂竹目虹彩病毒。几日前，新德县一大饲虾仔场嘛检验出这款病毒，县府紧急将1200台斤的虾仔，甲21000几尾幼崽拢灭掉。但这阵唔那新德县，可能连新北市、南投、云林、高雄、屏东这地头的饲虾仔场，嘛拢有这款病症咧发生了。新德县德北市一间饲虾仔场传出去挖到对中国来的杂竹目虹彩病毒，县府赶紧去处理，把去治着病的虾仔销毁殆掉，拢总销毁了要1200台斤的生虾，跟2万多尾虾仔仔。这种病人他熬虾有出现什么状况？他看不出什么状况，他没有状况，就是说他会慢慢的死亡而已，慢慢的死亡，他的层数会比较不好，就是很低。因为我去年没有这种状况，是今年才有。家畜所表示，这款病毒是一种传染力真强的病毒，对虾仔量下致死率会当到80%以上。这道去互喂着虾仔，原本拢是供应餐厅为主。它主要是感染在虾类，那死亡它传染性很强。那在白虾可以造成80%的致死率，所以对这个虾类的影响是非常大了影响非常大。但是这一次我们发现，在澳洲鳌虾的这部分，其实它对它造成的死亡率并没有那么高。目前也无法度判断这种病毒是对倒位来的，也是当时入来的。台湾嘛也未开放中国虾仔在进口，虽然未传染予人，农委会已经开始进行国内虾仔场的疫情监测，目前长拍拼咧清查国内虾仔场的感染情形。虽然这款病毒未传染予人，但是民众嘛是爱避免找食。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北部的消息。顶礼拜是一个台湾大学物理系教授，伫咧起落公车的时，因为司机无斟酌看，车门就关起来。迄个教授去互车拖去滚落百公尺，即阵人还阁伫咧加护病房治疗当中。民众上下班通勤坐公车，是台北市常常看到的景象。不过，真正所传出台大教授阙志宏伫咧坐公车的时阵，只脚竟然互车门夹掉咧，拖行过了百公尺，司机拢无发现。目前也在加护病房治疗当中。因为被拖曳啊，所以身上有很多的那个灼伤啊，像摩擦在地上摩擦造成的灼伤，就是20%他的身体上是有灼伤的。叫司机剩下慢一点慢一点关门公车夹着人的事件是常常听到，不过国内无法规强制公车夹者，爱加装安全措施。消基会指出，老大人行动较慢，坐公车的风险是更较悬，呼吁业者一定要做好风险管理。业者在我们的硬体上面呢，加装我们的一些防夹或者是警告的一些装置，然后对于我们的公车驾驶呢，也要特别有一些风险的观念。高龄者在上车的时候呢，也要特别注意到他是不是有站好。咸客运有280台，大约7成的家地方公车，拢有设车门防夹的装置，前后门各一个，费用大约是16万。但是，甲教授业着伤的907公车拄好无装，除了答应会对教授专业赔偿，未来嘛建议搁再加装。一般乘客上车的话，他如果不管前门后门，他如果关到的话，只要人站在车子的门的范围之内，它都会自动弹开。台北市去年敢若是公车甲人夹着伤的事故都有86件。台北市交通局会检讨公车软硬体设施改善，而且加强司机的教育训练。记者综合报道。咱话来讲，昨中立警方突破一组诈骗集团的巢窟，抓到28岁姓刘的女性一件人命嫌疑犯。这也是国内头一站假招募人投资 Bit 这款网络所谓的货币，结果事实是诈骗。毋但骗金钱，阁骗假金铺啊，甚至连受害者的身份都互骗去做人头的案件。
中立警方16查到诈骗集团的水头，抓到28岁姓刘的女性等6个成员，查到因早起用的电子设备、手机啊、假金铺啊、提款卡、武士刀、空气枪、甲大麻毒品，也有姓刘的女性一台10多万的跑车玛莎拉蒂。它等于是一种3合1，在国内首次发现这种诈骗集团，因为以前的机房它是单独作业，没有在骗布置跟骗这个所谓的手机这样。中立警方表示，这是国内头一桩假投资、骗假金铺啊、骗人头3合1诈骗集团的机房，以投资比特币来向人投资诈骗。被害人除了假金铺啊、甲现金互骗去，身份证影印本阁互因摕去申请手机啊的号码，继续诈骗。这个犯罪集团很年轻，那为首的是28岁的刘姓女子，代表说她会扩散到年轻的群体。我们桃园警方的努力，可以让未来这种新形态的犯罪，可以得到遏制。根据了解，目前至少有6个被害者，拢总诈骗的金额是新台票957万6千块。专案审问了后，以刑法诈欺罪、枪炮大刀、甲毒品危害防治罪，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啊，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字。国情来招你互相来开讲，来讲确实社会有真侪人咧骗，毋是无。遐咧骗的人一向100%拢一款情形，俗语话咧讲的，讲做讲甲归本机啊，做无一汤匙。对啦，伊咧甲你骗的时阵拢讲来我遮投资偌好康，拄偌好康，一年。互你抽10%、20%，结果讲甲规顿机，真正要实现的时阵我煞无才调摕出来，做无一汤匙，骗的人满是啦。毋则人俗语原来一句话咧讲，迄讲的拢人情义理，结果做的，结果双在讲拢是伤天害理。是讲咱嘛知影讲，确实骗得有效力。有的人贪心嘛，甚至有的人伊会惊嘛。讲检察官敲电话给你，你就安尼行甲骹手吧落纸，所以骗有效呢。毋则讲原来有人用骗伫咧好过，这有毋是无？俗语另外一句话讲：做毒，骑马落库，好心好行无啥通称。这就是讲做毒的人，短期间确实日子真轻松、真轻盈，趁甲红仔票考，巴肚边卖粒把，这有毋是无？毋过确实嘛真侪收卡洗手的人，你敢知？国政就真知影讲。有迄个兄弟人佚佗了真有气，总是做乌的啦。逐暗咧收拢几落万的人，到终期尾伊甘愿咱怎样？甘愿来做遮的啦，来做猪血粿啦，来做蚵仔煎啦，来做迄个米血啦，做出来安尼30、50伫咧庆，结果伊会感觉讲，较早当虽然一工咧收几落万，毋过半暝来听到电话，紧张到要死，即马我摕落去，目睭开起来真好困，这就是啥？这就是年久月深，咱眼光看一个长，人也是爱做善，毋通做恶。因为天理昭昭，法网不牢。毋则过去四句人曾讲释时贤文伫咧讲，人善人怕天不怕，人恶人欺天不批。善恶倒条将有报，只争来早伊来迟。来，人善人欺天不欺，人恶人怕天不怕。善恶倒条将有报。只争来早伊来迟，争吵袂介久啦。但即摆即个时代民意大家目睭愈铁愈金，愈看愈清楚。你讲要用误骗的，短期间虽然有效啦，久呢时间一个拖长，法律甲你制裁落去，嘛是互你袂走险的啦。讲到骗，咱另外再来讲一层。目前网络顶头安全性计算的新技术，会当保护所有的货币数目出入一目了然、一清二楚。毋过，这款英语叫做 blockchain 的新技术，嘛变作诈骗集团利用的目标。但有民众跳出来指控讲，有马来西亚来人士宣传讲投资这款新技术利头好，谁知影讲一切拢是骗局。目前受害者将近2000人，所骗的金额大概9亿这么多。甲一张的卡片摕出来展示，顶悬有写信用卡甲 SIM 卡的功能，毋过真足来看，拢是由 Cloud Token 发行的。原来这是一个下国的区块链骗局，受害者来找立委议员真情，指出马来西亚一个主嫌，甲你讲是亚洲区块链的大师，用外语来向民众买代币，调入去由机器人代替操作的平台投资，会当得到6%至12%的高收益以外，代币阁会当伫咧各国使用，而且阁发信用卡提供会员入卡消费的功能。去年10月的时候是真实有订过
做饭店的，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收益跟虚拟货币订到全世界各大很知名的酒店、饭店的住宿。还告诉我们说，这张卡片它是预支付卡，等于说我可以把我在钱包里面的虚拟货币还有收益、虚拟的收益存到这张卡片里面，然后在各国提领法币、当地的法币，还有做线上的刷卡的消费使用。一直到4月份的时候都还在开课。那我到了现场，我发现在座的所有人都是像老先生这样的长辈们。受害民众指出，初期确实会当用台币来换机票、国外饭店、大房等等，所以就无怀疑投入去100万的金额，而且佫招盘来加入。全台湾的会员要2000人，毋过今年年初，业者说以平台更新、疫情影响等等的理由，停止来换台币，嘛袂当入卡，才互因发觉讲去哄骗，伊家伫咧台湾不法的所得要甲交易。被害人大约是在5月初的时候有陆续报案。那我们在接获案件的时候，目前已经有开始展开侦办。就是涉嫌他是马来西亚籍的，那我们会查证他是不是目前还在境内。那如果还在境内，我们会尽速的来侦办。受害者佫指出，目前这个主嫌人伫咧台湾，真正捌当兵甲伊对质，所叫嫌犯威胁，若是报警察，本金就摕袂转来，互因起价。希望刑事局相关单位会当赶紧来查缉，把这个下国诈骗犯伫咧台湾的时间，甲伊抓起来。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前任高雄市的市长韩国瑜竞选的时，发出讲去台北漂亮的青年人倒转来故乡高雄就业的政策。去年9月开始，劳工局嘛有设一搭北漂专业服务站，结果当经过民进党的市议员接顺落去，劳工局才承认讲，看了有成有影倒转来高雄服务的民众只有14个尔。前高雄市市长韩国瑜任内成立上北做头路的专业服务站，希望会当协助少年人转来高雄找头路。说服议员陈志忠质疑效果无好。高雄市劳工局代理局长陈石伟今仔日早起解说，所讲的14个人只是服务站的数字，不是全部的人数。有很多管道可以回来高雄的，比如说透过人力银行，那还有一个部分是透过我们的其他相关各县市的就业服务站台，所以昨天那个数字只是我们说在专台服务这个部分，我们本身在宣导各方面那所掌握到的这个数字。咱实际来问高雄的民众，伫外县市做头路的少年家转来的机会到底有偌悬？我大概知道差不多有5000跑不掉啊。我们这里的工作机会比较少啦。对啊，桃园因为有工业区，工作机会也比较多。劳动条件无好，工课机会少是大部分的人认为少年家无愿意转来的原因。劳工局的代理局长陈石伟嘛承认，透过服务站门合无成的少年家，确实嘛是因为这寡因素。未来的跨局处合作，增加就业机会，嘛呼吁企业薪水无应該有南北之分。第一个，他看一定是薪资；再者，他可能是未来的升迁机会，甚至有一些相关的福利，这个都是他们第一优先会去重视的。所以这个南北薪资落差的部分，我们也在跟金华企业那边研商，看有没有更好的一些策略来解决这个问题。转来找头路，会当甲厝内的人做伙，省厝租，加上南部的物价比北部较低，对少年人来讲嘛是一件好代志。但是城市若是无法度创造有够侪的工作机会，较好的就业环境，一切就只是毋茫。记者陈焕武、柯进俊高雄报道。咱搁来讲出门洗厝徛，有诶惊撞到歹厝主，有诶惊撞到歹厝骹。早起，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公布洗厝规定修正的事项，其中有约束厝主所扣的电费钱，搁来袂当超过台电每一度所扣真房权的价数。另外嘛规定，若要装潢请价，就要先请求厝主允准。加造作的若有损害，厝骹嘛是都要负责修理较好。其实，在房屋的这个租赁上面有一些纠纷，是因为房客住进去之后，如果呢他在这个租赁的物件里面、租赁的住宅里面呢存放一些爆炸物、易燃物、危及公共安全这些物品的话，其实呢不是只有房客本身的这个租赁的这个住宅会产生危险，它会危及到其他的相关的左邻右舍。因此，我们在这一次的内容中特别加了一点，如果说我们的房东发现这样的一个情形，其实呢就可以呢立即的去终止租约。另外，为了避免市民一寡干那租一日的房间所引起的问题，这边的条文嘛规定，洗厝的期间上无就要到30天。
搁有为着保障厝卡的权益，嘛有规定契约的期间，厝主袂当随意要起租金。照内政部所统计，国内目前有285万外人，拢是离乡背井出外去，税厝徛的纠纷有影嘛满是。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就提醒民众，若是税厝契约的内容和法律有冲突，咱就要主动争取，才通保障家己的权利。来讲，今年真侪民众因为较无爱出门，连带影响关费量嘛减真侪，货库的存量大欠。虽然国内传染症咧团已经有较少。但屏东地职业工会即阵嘛组织一个屏东县罢工师傅志工团，就是望要加强鼓励民众，咱就要赶紧去打出来关会救人了。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屏东关会站统计，关会人数降2成至3成。目前国内疫情有较冻点，屏东县政府劳动处甲屏东县罢工师傅志工团做伙举办关会活动，邀请民众加入助人的行列。在这个疫情的当中，我们怎么样？除了接受政府协助以外，我们也能够回馈这个社会。所以在这一次屏东县政府特别邀集的我们所有的这些工会的部分的代表，那大家一起自掏腰包的大概都每一个工会都负担4到5万元左右，然后来参与我们这一次的一个热血劳工挺捐血的活动。职业工会会员唔那参加关会，佮家己提钱买白米、当柜水果，总共捐出500多份的民生物资，用实际关会行动表现出劳工回馈社会的精神。捐血活动是，他们讲是一种介好的公益，尤其是这个疫情过需要人介做呀。我嘛是要救人所以台湾走来关会。屏东县政府透过结合民间甲社会资源的方式，嘛希望会当带领更较侪人共同参与各种公益活动，和社会世界充满温情。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因为武汉肺炎的病症所致，近来花莲原住民部落失业的人口增加真侪。当台湾全民食物银行这个团体嘛，募款采买一寡物资，再夹做一箱补给箱，佮配合地方福利社会团体，送去到有欠欠的人厝内，助弱势家庭渡过难关。社工人员甲一箱一箱底食的一起给力箱搬去货车顶，要送出去。老太太甲食的物件收落来了后，讲规家伙仔拢无头路，拢靠做山工，不过薪水根本无够。因为小孩子都是有做，这样的收入太高，交电费、水费都不够。疫情的蔓延呢，影响到我们所有的人的一些的生活、生计，这样的一个物资呢，实质上给我们族人更大的一个需要。发起救助的是台湾全民食物银行协会，较早拢是等待捐款，即届主动甲国内外的企业、甲 NGO 组织发动救急募款，买食的物件了后，透过地方社福团体协助，这物件拢总有2000多箱。我们的方式呢，就会特别针对花东地区，然后透过在地的原家中心或者是社福机构呢，我们去做了这个一起给力箱。台湾食物银行强调讲，伫咧台东、高雄甲台中嘛有发放站。加上花莲即个甲全台湾185个社福团体合作，发起一起给力箱，希望会当帮助原乡的族人会当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咱话来讲，乾隆军坐位第59年，顺带御史李义清来到德山地，捐银两200两，招募餐店当作开水圳，引导水客的水入去下寮四庄头，互农民好饮餐，人称叫做龙运圳。每手这条水路嘛，佫过翻几落摆。谁知影讲20几年前，直接要建设水坝的时，煞讲要拆龙运圳，经过众人争取，上尾一只巨棚坑才留落来。这嘛是要教育下地人饮水思源头的道理。开手电啊，烧水路，行伫咧隧道内底的人，就拢甲身躯压好加加。这是南投县德山镇的县定古迹龙运圳。唔好看这个水圳无目的，水泵坑口第1号隧道招好3年这个字，就通知影伊是日治时期的产物。这个水圳对永过靠田园食青的德山人来讲，意义重大。当初呢，因为咱下了这个所在就是无水塘灌溉，4大地主同齐出来集资，甲咱这个象鼻山，就是咱这边所谓的迄个龙兴坡，甲这个所在呢穿山而过来往这个泵坑，甲咱落水客的水出过来灌溉咱下了4里家，拢总400多家的田园安尼。
乾隆59年，西元1764年，领导客家人顺带御史李基清伫咧巡视德山的时阵，因为看到当地农民无水淹残，生活特别袂得过，就捐钱请人来开水圳，因漏水客的水去下寮、溪洲仔甲后埔才会装头。但这个隧道计共831公尺长，不过因为年久失修，即马只剩无到200公尺。伫民国80几年，咱遮咧要做这个自治人演的时吼，就讲要甲对这条龙运圳的泵坑吼，要甲塌掉，只甲剩171公尺左右啊。保留的中间吼，阮透过文教基金会抗争超过半年了，才保留起来。福州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讲，保留龙运圳，唔那是纪念顺带御史李基清作战开水圳的恩德，也让后代会使了解食果子、拜树头、食米饭就爱拜蚕头，这个饮水思源的道理。记者综合报道。镜头继续刷落南来讲，台南7股的气温，外口天然的烤楼甲南楼，唔免抽到地下水，都有高品质的水产。啊，不过少年辈无爱搁做这道，过去出征的嘛真济。加在这几年开始，渐渐有青年人倒转去。夜暗10点，公视第2台青春，咱来帮这个节目，咱就来看倒转去7股的少年家，安怎样来定根在地，搁再重新发展。 7股有7宝，沙漠啊、粉叶、蚵仔甲石斑等等，纯海水的生态养殖，无需要伤食电、伤用药啊，就当饲出高品质的水产。高分析乡从2017年来到7股，因透过食鱼教育，互大家了解7股的水产是安怎对稳啊到饭的。我是较靠近生产者，我就要去想的是说，食农跟食鱼可以怎么回馈到真的 农渔民身上，而且我也希望说，你只有来到这边，才知道，我才会让你看到这些东西，它要让它是值得的。虽然是对环境友善的养殖方式，7股水产伫市场所无虾米上大的分别。高分析乡甲7股的少年家，希望会当甲7股水产释放出去，像黄碧云大学出业，就留在厝的斗做温啊。 迄个孙想讲，其实做阮啊这所在老岁仔人的年岁愈来愈侪，啊，足少少年啊倒来咧做，啊，所以工人其实嘛愈来愈缺，所以讲就是要有一寡人倒来斗3工。我想讲厝里若是加一个人，嘛免请遐侪工人安尼。有养殖的专家甲了解食鱼教育的人阁无够，嘛需要有专属的人才库，所以甲3股社区做伙办人才培训课，希望培养愈侪通为7股讲故事的人。 其实上头先我咧做即个旅游体验的行程的时阵，社区的人是感觉都唔知咧创啥。透过遮来耍的人，伊讲因愿意来遮，表示讲阮遮其实是是好耍的所在，还是讲伊是有价值的所在。高分析乡第7股，因为食鱼教育熟悉真济在地渔民甲友志。 希望在地人对家己有愈来愈侪的认同，嘛期待这一片一片请用在地人大汉的稳啊，会当愈来愈受到重视。记者卢尚如、林建如台南市采访报道。来讲云林水南乡有一间老大人日间照护中心，特别照过去人体大负荷这款游戏，互在庄的老大人家己做机理落去跳，啊挑战若有成功，佫有影得到众人的扑克声，甲奖品的鼓励，咱嘛来看卖。 看阿嬷在摇尻川，大家拢笑嗨嗨。因为这款人体好野人游戏，就是把18刀啊弹出去，看拄到什么关卡，人就爱行进前，也是退后。这是云林水南一间日照中心设计的活动，唔但要互长辈同齐去头壳，嘛要互因叮当卡手，让长辈知道说，我丢了一个骰子，我可以走几步，然后让长辈有多一点的思考，还有多一点的活动。为着会当加做游戏内底好野人。 阿嬷因拢真认真参加活动，想要拼头名。因也会替其他人加油，连边仔志工拢感受到因的活力和热情。虽然长辈他们拿拐杖走得很慢，但是他们都很享受这活动中的过程，笑得很开心。有叮当啦吼，这有运气啦吼，有奖品奖欢喜啦。人讲老人囡仔性，老大人算这款囡仔上喜意的好野人游戏，同款算甲欢喜甲。 有的老大人可能较无介意运动，不过人体好野人游戏会使拿佚佗拿运动，佮通用奖品写时段来参加，嘛替因的生活加添袂少的趣味。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资料。
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31度到36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30度到34度。台南、高雄、屏东30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26度到35度，金门马祖澎湖29度到32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正，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讲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朱姨啦。今仔日咱要来讲拜拜会用到的物件，就是金纸。金纸汉字写作金纸，罗马字写作高音金，纸画纸。金第一条，纸第二条。金纸是纸钱顶面有搭金箔的，主要是用来拜神明的。若纸钱顶面搭金箔是金纸，主要是用来拜好兄弟，也是拜祖先的。另外，嘛有一寡金纸会使烧予祖先，不过爱等祖先过身满3年了后才会动哦。咱拜拜的时，较常用的金纸有几种，像天公金是上高级的金纸，会使烧予玉皇大帝；寿金是用来烧予妈祖、关圣帝君这级的神明，常常用伫神明生的时阵。四方金嘛叫做挂金，是上通用的金纸。福金就是福的正神金。专门用来拜土地公，嘛叫做土地公金。拜拜另外爱准备的是生礼、菜碗甲素果。生礼有分3升甲5升，一般的3升是用大块猪肉做中央，规尾鱼甲规只鸡做双平。猪肉是上主要的生礼，有一句热气仔话讲：猪八戒拜天公，家己杀家己。讲拜天公一定爱用生礼，所以猪八戒拜天公就是家己杀家己，家己人互相相达的意思。菜碗就是煮好的菜，通常爱用大碗来底，所以叫做菜碗。一般会准备6碗，也是12碗。素果嘛有人讲是5果，这数字毋是讲爱用几种果子落去拜。伊是素食果子的意思，不过有一寡果子无适合摕来拜拜哦，像石茄的形生做像佛祖的头，若摕来拜拜对神明不敬，就较无适合。有一句俗语讲：先顾北斗，才顾佛祖，意思是咱做人爱先维持家己的生活，饭有食饱。再来想要传什么好料来敬拜神明，例如金纸、银纸、天公金、寿金、挂金、福金。猪八戒拜天公，家己杀家己；
先顾北斗，才顾辅佐。熟悉各种金纸的用途，安尼以后大家就知影爱安怎摆啊。今仔日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